係平衡咩？如果你兩個，如果有個 walker 咧，就或者好啲，但唔係個個屋企有 walker 嘛，或者地方選擇。好，請大小姐過嚟。你再感受一次，我降翻低，坐後啲，麻煩你坐後啲。今次咧你自己撳到我，撳呢個前面仔，唔好放鬆啊 ！OK， 你當冇嘢望住前面，好撳啊！好，請你起身，係咪同頭先嗰張好大分別？輕鬆可以起身，好輕鬆可以起身，多謝你啊，黎小姐。有冇邊位先生再試下？請呢位先生好啊！我知你好健壯，但係就要健壯嘅人，你要試下健壯嘅打機器。請你先坐一張正常嘅凳。好，你定啲精神啊！跟住你起身感覺唔係起身感受下，你係用多少力？請你起身，你心有數啦。5磅或者60磅，好嘛 ？OK， 請你呢度。好啊，坐翻你。呢個背脊坐後邊啊。好，陳生，麻煩你撳前面嘅掣，唔好放鬆。睇下陳生嘅感受啦。請陳生撳掣起身，望住觀眾。起身有冇分別？呢張凳同嗰張凳起身有冇咩分別？容易起身啲，膝頭哥直少少，膝頭哥直少少，因為你個張力咧，嗰個機械咧已經幫到你，就撐大咗、撐高咗，係咪？所以咧就令到你個心理上咧都覺得好似正能量啊！就唔需要話咁小微嘅嘢去洗手間或者一杯水掟到頭，不如我自己做啦。多謝陳生啊，俾啲掌聲。好，最後一位因為時間問題咧，就已經吹粗火啦。咁有冇邊位小姐、女士？請邊位女士可以出嚟起身？好，請你先坐一張正常嘅凳。坐定佢，感受一下，你係用多少力量？用7成力量啊，6成啊，5成啊，你好嘛？好，請你起身。你記住個力度喎，自己感受到。好，請你。好，我哋又放低，請你坐後邊。咁我哋咧就當平衡一張凳先嚇，好啊。咁而家咧，第一次咧，我就幫佢撳下 ，OK。望住前面，你唔使獨燈嘅。好，請你起身。有冇覺得兩者有分別？點解咧？好大呢個輕鬆啲，呢個輕鬆啲，因為呢位小姐嗰個關節咧。已經同你拉開、拉高咗，你嘅 pat pat 咧就已經係由原位，譬如話20寸高，你已經升高咗去25寸，咁你咪起身容易咯。所以咧呢個咧，大家聽我咁講啊，我哋人咧人生嘅規律咧，生老病死個個都會年紀大，個個機能咧都唔相同。我哋唯有喺健康嘅時候咧，尋求一啲正常嘅方法、正能量嘅方法咧，使自己嘅健康咧衰退慢啲，自己又開心啲，同埋壽命都冇長，係咪啊？好，再試多一次啊！而家還翻去。好，請你起身。請你起身，好，輕鬆好多啦，係嘛？好，俾啲掌聲呢位小姐好啊！咁最後我用1分鐘簡介下嗰張凳嘅結構。
我哋咧個椅框係用黑檀木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？同埋花鏈係木材中嘅珍珠，即係最貴啦。點解？因為我哋係靠晒呢4隻腳嚟有支撐，而我哋嘅承重量咧150公斤，換之係360磅，好肥嘅人士咧都可以適應，而隻腳呢腳咧唔會冧嘅，我哋10年咧都可以。第二，我俾大家睇下，嗱，大家可以睇睇，我哋呢個咧就係內部嘅結構，所用嘅零件係全部德國進口嘅。我哋最大嘅分別咧，就唔係需要屋企嘅插蘇插電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試過啦，因為電線咧，好可能連個 socket 即係個掣頭咧，離你張凳咧有一個距離，咁變咗老人家有陣時比較論盡咧，就會慣到會跌到。又或者老人家我哋食嘢飲湯或者飲水濕咗會漏電，會有個危險嘅。我哋所以咧就採用呢個鋰電池。嗱，鋰電池咧就好簡單，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手機充電，充一次電唔超過4個鐘，而可以支撐100次嘅上落。嗱，坦白講，如果我哋老人家或者使用者或者我頭先講漏咗咧，懷孕嘅主婦起身都有困難，可以喺5秒之中咧就平穩咁樣升起。靠係咩咧？靠呢個鋰電池。你買呢張凳嘅時候咧，我哋有2個電池俾你，換之一個叉一個用緊，係絕對安全。OK。